来看金门金湖镇这庆林村生出来家族啊，因为历史的因素，因有三组的祖墓呢，放划入去军事禁区内面，所以当年清明要去陪墓的时阵，拢爱甲这军方申请，才会当入去内面拜拜。今年有500的子孙在今仔日去陪墓，拜煞了后呢，就甲这的菜色做伙食的，这个就叫做食头，这是金门在地清明祭祖的一项特色。分享上香。超过500个宗亲来到普通时啊，无人有法度入来军事禁区，来这陪墓甲祖先祭拜。金门庆林蔡氏的祖墓，因为历史的原因，互人划入去军事禁区，所以逐当的清明拢爱提早向军方申请，才会当入来祭拜。军方这边也非常的配合，不管说是卫哨，或者说整个环境的整理，他们都有做，帮我们协助我们蔡氏乡亲来扫墓之前的一个整理。庆林蔡氏的祖墓会伫咧军事营区内底，是因为当年国民政府退来台湾，伫金门为军事区，蔡氏三座祖墓，互人划入去金防部太武山管制区内底，才会出现入去军事禁区陪墓的传统。蔡氏的子孙仔讲，祖先拜煞，因会伫咧营区内底食头。就是大家会坐做伙伫咧涂骹，做伙食拜好的生礼、果子等等，这也是金门清明祭祖的一大特色。不过最近这几冬一定改做伫咧营区内底食板桌。扫完墓之后呢，他们会举办就是迎人夹桃，好，那过去是席地而坐，那后来在旁边的就是彭家那边，前几年开始大概就协助这个菜价在那边夹桃，就变成是板斗的方式。学者表示，食头是金门的传统，也是宗亲联络感情的参会，流传到大，继续维持。制作食头也展现出金门人少年先人食果子、拜树头、食米饭、拜田头的精神。记者戴阿选谢桂林金门报道。